作為衛生署感染控制處嘅公共健康護士，我哋其中一項工作係定期到訪安老院舍，確保感染控制措施落實妥當。記得有一次，因為一間院舍爆發傳染病，所以我哋即刻出動進行緊急巡查。依次巡查，我遇到一位啱啱畢業喺安老院舍做咗1個星期嘅感染控制主任李 Sir。由於佢仲未熟悉感染控制措施嘅細節，當我發現院舍喺村除個人防護裝備區域嘅設計同位置出咗問題嘅時候，佢即刻顯得彷徨同擔心，唔知應該點處理。我同李 Sir 講，巡查唔係為咗揾錯處，而係一齊揾實際可行嘅方案，由細節開始，逐步改善。我同佢分享一個感染控制嘅理念。MRSA、CPE 呢啲唔只係一串英文字母，而係一個個對長者生命嘅威脅，所以預防傳播係至關重要。巡查完之後，李 Sir 好真誠咁多謝我俾咗佢好多意見，令佢多咗信心同有返方向去改善現時嘅感染控制措施，為院舍嘅長者建立一個安全嘅居住環境。嗰一刻，我體會到，雖然我哋喺唔同嘅崗位工作，但係我哋嘅使命都一樣係守護社區嘅健康。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初心。